北市最近有乡亲来反映，拄到假消防，讲是要来宣导，事实上是来推销，叫因卖产品。都惊民众去互骗去，新北市消防局特别出来澄清，讲因绝对袂有推销消费的行为。另外，因若去做居家宣导，拢会穿红色的工作衫裤，请乡亲都爱看好详细。如果吸到低量的烟，它会发出警报。新北市消防局进行居家消防宣导，要加强民众防火防灾观念，也会针对5楼以下的楼厝调查是毋是有申请过自警器。若是资格符合，会使免费安装。但是即摆竟然有业者看准消防局的宣导模式，讲家己是甲消防局合作到民众的厝内，一面宣传，一面推销其他的消防产品，互民众伫毋知影情况购买消防器材。跟民众说，目前的话，它是有跟消防局有配合，他们是消防局认可的厂商，可以买了以后会确保我们家里的用火用电的安全。嘛，因为针对特定条件的厝，会当申请免费安装的自警器，才互某部分的业者看准这个讲法，互民众以为真正是消防局推荐，才开钱购买。我们只会针对你的用火用电下去做检视，然后推广我们免费补助安装的助警器，绝对不会去贩卖灭火器或者是任何的消防安全设备。新北市消防局表示，消防宣导时一定会穿红色的工作服，而且也有领长或者是里长陪同，强调是绝对袂有推销消费行为，请民众爱注意，唔通被骗。